香港電子商務協會倡導科技與電影融合，內地電影市場科技拍攝浪潮引領產業新未來。會長呼籲業界把握國家戰略機遇，以創新科技驅動影視升級香港。2025年隨着內地電影市場持續復甦，科技拍攝已成為推動票房增長與產業升級的核心動力。香港電子商務協會會長今日發表行業分析報告，指出過去3年內地國慶檔及全年票房中，科技拍攝電影表現亮眼，並呼籲香港科技人才與製片人加強與內地合作，結合電子商務與數字技術，為國家電影工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。科技拍攝電影票房表現卓越，根據內地市場數據，2023年至2025年，科技驅動的電影類型如科幻、動畫及特效大片持續引領市場。2023年內地總票房達549.15億元人民幣，其中國產影片佔比83.77%，《流浪地球2》等影片採用虛擬拍攝技術，實現視覺突破。2024年雖總票房回落至425.02億元，但科幻電影《熱辣滾燙飛馳人生2》等仍穩居票房前列，全年科幻影視營收達67.1億元。2025年截至10月8日總票房已突破437.89億元，超越2024年全年，同比增長18.98%。科技拍攝電影功不可沒。以2025年國慶檔10月1日至8日為例，票房錄得18.35億元，其中《刺殺小說家2》全片 IMAX 特製拍攝及《志願軍》、《浴血和平》大規模虛擬拍攝等科技大片，不僅票房貢獻顯著，更在特效廳與 IMAX 實現觀影人次同比增長60%，證明技術升級直接拉動消費需求。科技創新重塑電影產業鏈協會會長指出，科技拍攝技術如虛擬拍攝、AI 音效設計、LED 虛擬影棚等，正深刻改變傳統製片模式。虛擬拍攝，中國在全球虛擬拍攝專利佔比高達52%。刺殺小說家2通過 LED 虛擬棚實現後期前置，節省30%至50%成本。AI 應用，影片震耳欲聾，採用 AI 技術模擬聽障體驗，開創沉浸式敘事先河。同時 AI 在劇本與原畫環節節省20%至30%時間。特效廳經濟，2025年國慶檔期間，特效廳票房佔比超26%，成為市場增長新引擎。協會倡議科技與電影融合，助力國家戰略面對內地市場的科技浪潮。香港電子商務協會提出3大戰略方向：1、共建科技製片生態，推動香港與內地影視基地如山東東方影都合作，建立標準化工業流程，融入國家電影產業鏈。2、培育跨領域人才，聯合內地高校與機構，開設科技製片培訓項目，聚焦虛擬拍攝、AI 技術與電子商務運營。3、深化市場協同，利用內地票房韌性，如2025年國慶檔滿意度85.4分，為4年最高，開發科技加號主旋律、科技加號喜劇等融合類型，拓展一線城市與下沉市場。會長強調，香港擁有國際化技術團隊與電子商務